继续来看进口的食品又搁出包了。食药署早起来公布着边境查验上新一批的无合格名单，发现这款有印尼国民咸椒仔酱的这个自称的 ABC 特险的咸椒仔酱，漂白剂超过标准，总重量超过4839公斤。食药署讲，这个无合格产品照规定全部来退运或者是销毁。若进口商6个月内总共是进口32批同款的辣椒酱。3月时阵，有一批验出着漂白剂超过标准，目前已经累积有3批无合格。未来这个进口商的抽验比例将会提升到50%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